另外来看台南这场跨年的表演呢，是有30万人做伙来参加，也毋过伫咧会场内底煞传出是有盲情来扰乱，甚至嘛有人是无配合警方的指挥，后来拢互人请出去会场啊。另外伫咧这海岸路呢，嘛是有真侪人咧庆祝，毋过煞有查甫人对两个女性骗色，这民众随来报警察。 台南跨年站暗顶场，15组艺人轮流起嚟演出，现场声30万人斗阵来遮庆祝，人数嘛创下新纪录。活动中，雄雄有一个盲情来现场遮咧乱，经过了解，那像是来甲支付特工队伫国海场合插乱进人。另外嘛有另外一个查甫人，因为无要配合换得卖坐伫咧涂骹，嘛互维安人员请出去会场。家里匹配给了大声响。 还蛮怕的啊，因为台北的那个事件，看到警察就是还是一样会想要注意一下，到底是哪里出了状况。过程中，证明不断挑衅远警，手持手机拍摄时挥击导致远警擦挫伤，全案依涉嫌违反刑法妨碍公务罪侦办。另跨年晚会会场为防范推挤、踩踏等危险情事，主办单位多次宣导民众勿席地而坐。 为现场吴姓男子拒不配合远警查证身份。市府强调尊重人民言论的权利，不过无法度稳准这无影的指控。那教育局回应，这个家长个校长侵害查某囝的案件，检方无起诉，等到教育局个这个家长损害名誉、甲妨碍公务的案等咧进行。在行政层面来讲，他已经对城市市民造成很大的不安跟反感，我们觉得蛮遗憾的。至于他案件本身，司法已经有一些 判决了。刚一暗，一个海岸路跨年现场出现一个查甫伫酒吧门口，趁无人注意时，顺手甲两个查某摸卡窗，后民众掌着，随报警。73年次的陈姓犯嫌，以徒手方式陆续碰触2名女性被害人臀部，当场被抓。远警到场后，将陈姓犯嫌以现行犯逮捕。 全案依性骚扰防治法送办。在这个敏感的时机办这大型的活动，拢在考验主办单位甲警方的临机应变。市府讲，这回大规模提关维安战结，跨年会场并无发生重大公共安全事故。记者苏大南采访报道。